几百年了，终于又来到此地了。只是不知当年两教大战之后的遗憾。小心！此子怀有清元、天阴两派功法，手中更有不世出的邪物。若放虎归山，只怕将来造成的杀孽，远远胜过寻常魔教主人。
我犯了什么错？
几个亲亲小师姐啊？喂，这花开的好好的，你干嘛把它给折了呀？我把它折了是她的福气。你眼睛不舒服啊？你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？你知道一个人永远在黑暗当中，永远生活在恐惧当中是什么样子吗？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。我娘说，一个人从出生开始，这个缘分就是一辈子的。有些缘分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。有些人你想甩也甩不掉，就算绕了一条很远的路，他也还是会遇见。你是说想甩掉我都甩不掉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甩掉你。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小凡，我这一生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了一个人。碧阳，你要活下去。碧阳，小凡。金鳞清脆是血雾，一生总被痴情诉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生。既然不同道，那以后就不要再见了。张小凡，你我现在是敌非友，我劝你悠着点。我喜欢你，碧阳，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小凡，你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这一切？小凡，你不要怕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
张小凡，张小凡，我知道你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休息，但是时间不等人，有些事必须要尽快去做。强行把我带到这儿来，是想杀了我吗？如果杀了你能让他活过来的话，我或许会那么做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。这一切，并非你我所愿。让我再去见见他。先起来吧，鬼王要见你，有些事想跟你谈。坐吧。带你离开，是免得你留在青云，又遭到他们毒手。必要保护你的心思这么坚决，大出我的意料。这也算是了了他一桩心愿吗？你真的是这么想吗？如果你还顾忌的，就不应该带他去青云。相不相信，随便你吧。这些年，我想着振兴鬼王宗，光复总坛，但我绝不是抛妻弃女的无义之徒。我总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等着我，可是没想到，他还是像小痴一样。这些天我老在想，早知道在胡岐山那日，就不应该放你离开。人都已经去了，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？你后悔吗？我不知道。离开满月亭之后，我一直在做努力，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来青云。就算你们来了，他也留在山下。就算最后他上了山，你也会保护好他，不会发生像满月景的一幕。命运之所以成为命运，就是因为它无可改变。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呢？你死了，我女儿就可以活下来。她到底做错什么了呀？是我的错，该死的人是我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没想到什么？你是没想到青云执掌，正道之尊道玄会用诛仙剑指向你，还是没想到在最后关口，竟然是你口中的魔教护了你周全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道魔教，你都看见了吧？计划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！眼下我只想挽救我女儿的生命，不惜一切，
我可以做什么？你说。我听碧瑶说过，你在空桑山也曾经死过一次，虽然不太相信。也许只有你和我。让我来吧。平阳，你知道为什么好几次你找我要最后一个承诺，我都没有答应你吗？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不答应你，你就会自己想办法好好的活着。这样以后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见面。无论天涯海角，你都会一直追着我，直到这最后一个承诺。其实每一次分开的时候，我都会难过，都很心痛，因为每一次我都知道，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，有多珍贵。你以前说过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没有正魔对立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一天在欢悦洞府前，我没有答应你？我为什么不答应你呢？准备好了吗？施法之时，去抱元手艺平复心神。法术需要足足维持6个时辰，不能乱了心绪。还有希望。有些话，还是等他醒来以后再跟他说吧。好。
是我没有保护好他。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自责了。何况诛仙剑阵一出现，谁都无法抵挡的。如果当初听我一言，圣使，两位圣使，你来做什么？哎呀，圣使，苍松来了，外面人拦都拦不住啊！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乃是天书真谛。在你眼中，再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没有正，也没有魔，心里只有这天地，须得浑然一体，天人相合，方能预示天书的无上威力。我们打到这儿，鬼王都不敢出现，说明他伤得不轻。只要今天我们除掉他，那鬼王宗就不攻自破了。就知道你会落井下石，苍松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！紧要关头，不可分心。对不住了，圣使，不这么做，恐怕解决不了万人王。我的弟子在外面已经等不及了，就先进呼岐山了。袭击圣使是死罪，不用跟他废话，咱们得先杀鬼王，夺取噬血珠。苍松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只老狐狸，原来你没有受伤。对付你们这等小小，绰绰有余。我们走。宗主，现在的情形，你们大家也都看到了。掌门闭关疗伤，如今七脉除了我和你曾师叔天云在战中牺牲，水月跟郑良伤重卧床，还有苍松叛离了本门。现在魔教在侧，虎视眈眈，我青云就如同风雨之中的一棵大树，稍有不慎，便要顷刻崩塌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不能再靠外援了。所以，你们这些做小辈儿的，要学会打理一些事务。是。于都身居要地，消息灵通，曾叔叔已经返回于都，希望能够探听到一些魔教的消息。天师叔，
你可否有小凡的消息？一无所获。田师伯，弟子有一事需要禀告各位师叔。讲。魔教之仇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如今，正可借这股哀兵士气，侦查魔教动静，主动出击，趁魔教重挫之时，尽量消除他们的残余之力。再不济，也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布置，以防敌方有后手，我方被蒙在鼓里。雪琪师侄，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现在我们手下人手已经不多，若是魔教反扑，门派守备空虚，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？弟子觉得，主动出击是可以的。眼下不管魔教有没有来，青云恐怕都是难以抵挡。而之前小凡在河间使用的计策很有用，关键是，我们要让鬼王宗、长生堂和万毒门互相争斗，成为一盘散沙，这样对我们目前来说，才是最安全的。陆师侄，你刚才所说，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师父水月的意思？师父并没有多说，但弟子认为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正魔之间的仇恨，已无法消弭。若再像从前一般处于被动，被他们先发制人，那我们就更难应对了。是啊，而且小凡还在他们手上，不知动静。万一说的是，万一小凡被鬼王宗陷害，又要滥杀无辜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找回来。好啊，看来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们这些老人家也可以退场了。好，这回就听你们的。多谢师叔。两位师叔，我想到鬼王宗走一趟，刺探一下敌情。师侄，这太冒险了。师叔放心，我曾在魔教卧底多年，再想混进去应该不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小凡的去向。我和萧师兄一起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萧师兄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那好，那你就和我一起去虎岐山吧。陆师侄，你这就前往于都，跟曾叔叔会合。如果能够遇见张小凡，务必让他尽快回来。是。宗主，青龙已吩咐弟子四处搜捕，严加戒备，并亲自去追苍松玉阳子。想必他们暂时不敢在附近游荡。苍松玉阳子二人极为狡猾，青龙又有伤在身，还是赶紧让他回来吧。好。宗主，如今我叫败退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正道和长生堂各派知道您伤重的消息。感谢你协助青龙抵御外敌。接下来，你有何打算？既然来了，也答应过与您结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站在鬼王宗这边。只是我师父他，你师父一时三刻是不会来动你的。你承诺过我，我也承诺过你，日后有机会，定会帮你找到解药的。多谢宗主。宗主，昨夜确有长生堂的人打入鬼王宗，但多是乌合之众，已被我们打发了。宗主，是鬼先生放你出来的？是，鬼先生让我留下，协助鬼王宗。上一次你放走了林惊羽，这一次，让我如何相信你？如今我合欢派的利益已经和鬼王宗绑在一起，您相信我也好，不信也罢。若您还是怀疑我会背叛的话，你就如何？鬼先生到底给你吃了什么毒药？宗主，昨夜平儿替我守护胡岐山，过往之事就既往不咎了吧？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
长生堂的人也在这个时候趁人之危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如今我伤势未愈，一时半会儿还收拾不了他们，就容于杨子、苍松他们多活几日吧。待日后，我自有安排。宗主，续命之术极耗修为，你要早日养好身体，免得再有人乘虚而入。张小凡呢？时间紧迫，他带着野狗前往于都，寻找观星崖灵石了。于都情况不明，他就带野狗前去，万一遇到青云或其他的人，我看不等找到灵石，他就丢了性命。宗主，我曾在于都多年，对那里非常熟悉，就让我过去帮他吧。不管宗主是否相信，我也希望碧瑶好好活着。这一点与张小凡并无不同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昨日